大家好，今日我哋將會探討孟子入面一個重要嘅概念——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佢係四端入面嘅其中一個，其他分別係是非之心、辭讓之心同埋修護之心。咁惻隱之心係咩意思呢？首先，我哋可以睇下原文。根據孟子《告子上》第6章，孟子指出惻隱之心，人之端也。同埋孟子《公孫丑上》提到，人家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師有不忍人之誠意。咁其實佢就係強調咗惻隱之心係仁德嘅開始，體現人性入面嘅善良。古代嘅聖王因為有憐恤百姓嘅心，所以先至有體恤百姓嘅政治。咁其實佢都係指人哋喺遭受苦難嗰陣時嘅同情同埋關懷。咁呢種感情呢係自然而然嘅。如果喺現代都可以理解成同情心，就係因為我哋都有唔忍見人受害嘅心，所以先至促使到我哋去關心周圍嘅人，同埋可以希望伸出援手。有陣時一啲國家嘅天災嘅新聞，然後其他國家去派出支援部隊，呢個就係最簡單嘅展示。咁跟住落嚟呢，我想用一個新聞去引起大家嘅注意。就係之前喺四川有篇報道提到，有個老人家就好似因為發病喺樓梯嗰度跌親，但係呢就一直冇人去幫佢喎。咁其實究竟事實係咪大家都係好冷漠呢？咁今日我哋同時會圍繞3個核心問題去作討論，就係惻隱之心喺而家嘅社會入面具體意義係乜嘢？喺日常生活之中，我哋點樣去實行惻隱之心，同埋現今點樣去培養惻隱之心。咁首先，我覺得惻隱之心喺具體嘅意義就係去打破社會之間嘅冷漠，因為而家嘅社會係比較高度競爭同埋個人主義盛行啦，咁就大家都就係會可能在乎自己有啲乜嘢咁，而惻隱之心呢，就喚醒咗呢啲人際之間嘅連結同埋責任感。就例如頭先嘅新聞，其實都唔係完全係冷漠，大家可能會驚俾人呃，或者大家都有個心態就係覺得人哋都會幫手㗎啦。甚至人因為趕時間而視而不見，咁呢啲心理包袱呢，就係掩蓋咗本能嘅同情。咁惻隱之心嘅意義呢，就係令到我哋喺咁嘅社會背景之下，仍然可以堅守嗰一份先行動後算計嘅善意。有一次喺返屋企嘅路上，我係留意到樓下嘅便利店門口成日都係堆住好多空紙箱喎，但其實有一次我發現咗，佢係店員特登留俾一啲執啲紙皮嘅婆婆嘅。咁我覺得見到呢啲將心比心嘅共情呢，就可以為呢個冷漠嘅城市去增添咗一份溫暖咁。咁第二就係喺日常之中我點樣實行惻隱之心呢？咁其實呢，好簡單嘅啫，我哋可以喺街上面見到有需要嘅人嗰陣時，我哋主動伸出援手，或者多啲關心身邊嘅朋友同屋企人，咁都就已經係實行惻隱之心㗎啦。如果有時間嘅話，我哋甚至可以參加啲義工活動，例如疫情期間就有人呢個自發組織抗疫義工隊去派發物資俾獨居老人家。但其實除咗主動幫助人哋之外，我覺得更加關鍵嘅係培養察覺嘅習慣。只要我哋多啲從其他人嘅角度思考問題，留意人哋係咪需要幫助，咁其實都可以實行緊自己嘅惻隱之心。咁其實惻隱之心嘅培養呢，我哋由細細個就可以見到出嚟㗎啦。例如我哋喺小學或者幼稚園都可以見到有啲學校加入生命教育嘅課程，去幫助學生理解同情心嘅重要性。例如可能大家都會有一棵植物去俾我哋自己去照料咁樣。咁雖然學校教育好重要，但係家庭嘅情感教育呢，都係會同時影響緊我哋㗎喎。就例如父母點樣去探討新聞入面嘅弱勢社群，又或者點樣去對待嗰啲流浪動物咁樣，都係塑造緊孩子嘅同理心。咁而家科技發達，我哋都可以見到一啲媒體呢，佢哋係利用社交媒體去分享同情心同埋一啲社會責任嘅故事，從而去激發公眾嘅共鳴。咁喺呢度，我想喺道別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啲反思問題。首先就係你最近一次策動惻隱之心嘅經歷係乜嘢呢？第二就係如果你喺街上面見到跌低嘅老人家，又會唔會扶佢起身呢？咁我哋今日嘅影片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可以喺日常生活入面多加反思。感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次見。